那台南远东科大是举办校热的科学营，昨中昼的时是传出酒精导火，烧着2个囡仔。学校表示，可能是工读生倒酒精倒伤济，才会造成意外。严格详细原因也搁在调查。着伤的学生倒伫软桥顶悬，红扫起救护车，准备送病院。台南远东科大举办1礼拜科学营，想袂到15中昼做实验的时阵，煞熊熊导火发生意外，历史2个查甫囡仔烧着伤送病院。现场有2名孩童受伤，分别送往医院救治，意识都清醒。有2个人，然后刚才那个人说他们2个都哭了。其中一个着伤的查甫囡仔11岁。面有烧着伤，意识真清楚。另外一个是6岁，脚只片甲手拢有烧着伤，意识同款真清楚。因若出代志的地下室已经有封锁线，桌顶的皮仔内底有放白糖、沙甲酒精，要伫燃烧的状态，无去碰米芳。那像是工读生一个手倒伤侪酒精，才会熊熊导火。应该是用小杯子慢慢用，它可能就是直接倒太快。酒精规罐直接踩伫桌顶，这个实验是由工读生带领，安全的方法哪像无够。这个科学营拢总有78个校外的学生参加。发生意外了后，实验冻点，解予学生看电视。面对事故，学校讲会检讨甲改进。比较危险的，像类似酒精这个，我们会再把它移旁边一点，让小朋友啦，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就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那个量，我们才会做管控。科学营原本是要透过快乐学习的方式，让学生学到物件。不过，煞发生事故，唔但让囡仔受伤，嘛惊一条。消防单位嘛会做调查，要来详细理清事故的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